情況下咧，一職見工同埋做嘢係好容易嘅，只要通過背景調查就能夠揾到一份非常之穩定嘅工作。咁我哋而家飯堂咧就有專門一個人嚟搞，因為呢個飯堂基本係24小時開放嘅，所以喺美國好多英文好同埋讀書兼職嘅，佢哋都會好容易揾到收銀啊、服務生啊咁嘅工作嘅，係嘛？佢又年輕啦，又文靜啦。